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朋友关系啊。那怎么然后你跟那个师傅讲她是你的前女友？我没是前女友啊。车上的监控视频上我都调回来了，姐这明摆着跟我撒谎啊！人家说的完全没这样子，真的不是，我现在打电话给。就是前面坐副驾驶的那个。对对对。哎，现在是这么个情况，我在婆子说派出所，就上次喝酒的那一天，我当时在车上，我是说她是我前女友吗？对对对，这个我说了，这个是我说的，这个是我说的，我没是前女友啊。我那喝多了，我说的是我前女友啊。其实朋友关系，她并不是我的女朋友啊。既然不是女朋友，她喝多了，有很多种方法然后处置，比如说然后给她送医院去，对吧？喝的已经不省人事了，打报警电话。比如说然后就近然后给她开个房间，让她然后在那休息。你为什么然后要把她然后带到你住的地方去？开始是这样子的，我那几个朋友他们说我再开个酒店，因为我想着开酒店等下更不好，我只能想着再送到我家里面去算了，我没有任何想法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你什么想法我不清楚啊。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。你看在的士上面我也没什么做别的样子，我还主动说要送派出所。不存在什么你主动要送派出所的啊。师傅说，然后他的车里面有监控，所以的话，然后你才说然后送派出所的，有必要然后在这撒谎吗？我没有，真的没有其他意思，杨署长，真的没有其他意思。那你可以报警叫警察，打120叫救护车啊，你可以把我放酒店再走了。我当时口袋里没钱开酒店。那你为什么有钱请我喝酒呢？那开9块那不多不？那我是帮忙拿出来的不？我这没别的意思。你想着把我带回你家是吧？我如果真的是完全这个想法，你以前合作我也是把你送回家，我是把你送到宿舍，我啥也没对你干嘛。那有一次你喝多，我是不是我给你送回家了？对对对，相互的嘛。是不是让我对你干那件？我是的，我那里是说的真的话，我说我喝多了，你在这里休息算了咯。那你是想让我睡在那里，还是想睡我？我很想让你在睡在那，我喝多了呀。我没对你做什么，让你。没对我做什么，扯我衣服、脱我鞋子不算。